我是邱少琪，今年26岁，是新竹的客家人。我觉得我是一个很行动派的大人，就是想到一个目标就会一直去做吧。我们也在公共艺术和环境艺术上面努力，希望未来可以将更多台湾的作品带到国际。大家好，今天我要来分享，用一个轻松的方式跟大家分享一个艺术的计划，叫做 Happy Stair 让阶梯快乐。那它是一个阶梯艺术的计划。大概在2年前的时候，我去土耳其旅行，就是做背包客。因为土耳其的地形，就是我们在伊斯坦堡，伊斯坦堡是一个很陡峭，地形很陡峭的，它的市中心在中间，所以住在旁边，你要去市中心都要经过很长很长的阶梯，每天都要爬阶梯，很辛苦啊，对我们这些背包客来说。然后，可是呢，在那里突然来到了一座彩虹阶梯面前。那彩虹阶梯呢，是这土耳其伊斯坦堡整个城市里面唯一一座阶梯艺术做的一个彩绘阶梯。那里有很多人在喝咖啡啊、聊天啊，或是在那里拍照。它成为了一个观光景点，也很多媒体报道这座阶梯。但其实它很简单，它只不过是彩虹的颜色而已。那后来呢，回到台湾以后就无意间发现，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这个文章，它收集了世界17大很多阶梯艺术的作品。朋友分享给我的时候，就发现说，为什么里面没有台湾的阶梯？我们台湾也有很多阶梯啊，而且台湾地形那么小，所以一定有很多很多爬山啊，或是在城市里面都有很多阶梯。所以那时候就想说，不然来发起一个计划好了。所以就在脸书上分享说，如果台湾不犯法的情况下，有没有人会想要加入这样子的一个计划？原本想说就当一个动态 po 上去嘛，也没有放很多心思。但是下面开始很多人回应呢，发现可以很自然的组成一个 team， 可以大家一起聚在一起讨论这件事情。那约出来了以后呢，就来了很多很多人，比我预期中的还多，而且每一批的人都不一样。那我们开始在策划说，这一个要在台北市或者是台湾的四处做比较像是阶梯涂鸦的活动。对城市来讲，如果你不是用一个很组织化或者是有计划性的去做这个事情，是很容易被抓的。那时候就有很多人一直跟我讲到说，你在台北这样子画一定会被抓，台北管得很严这样子。所以我们就在想，从一个团队起来，然后去想说，那我们的目标跟这个计划的内容，跟我们要怎么样去申请到可以做作品的阶梯。那这个过程就经过了很多天的讨论。后来大家就说好，那我们就来做吧。找了一个学校，是新北市的复兴国小。那时候也是一位老师提供我们一个这样的机会，所以我们就一起讨论到了学校，然后过程中也是有人来做一些采访，然后我们也团队里面也有油漆方面的专业的人，我们就这样子组成了一个好像有一点专业，又不是说真的非常专业的团队。主题呢是以蝴蝶为主。蝴蝶是因为是学校提出的，他们学校特别有蝴蝶的课程，他们想要用蝴蝶当主题，所以呢，我们就做了第一座阶梯。那时候差不多12、13个人一起完成了第一个作品。因为这个计划，可能是有一些记者在网络上面看到了这个计划，所以来做一些采访。所以我们算是很幸运吧，那时候很快的就很多人注意到这个事情，然后邀请我们去做更多的作品。所以因为这样就有很多的合作机会啊。后来我们就又来到了第2所学校，是我们自己的母校，就是台中高工。那时候有一个很大的质疑，就是有一些专业的教授吧，学校的教授会问我们说，你们做的这样子的事情好像没有什么深度，
好像就是画画街头而已嘛。可是我们那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是在说有趣这件事。其实因为台湾的大家跟艺术的关系比较远，我们就想要用有趣这一件事情先让大家对艺术产生兴趣，所以我们就邀请学校的学生一起来参与我们这个计划。所以到台中高工的时候，非常多学校的学生高中生来加入我们。因为这个阶梯非常的长，大概有100多公尺，这我们做过最大规模的，花了差不多3个礼拜，然后做了一个活力运动场的主题。这个是棒球，然后篮球，再来有橄榄球、足球，还有路跑。对学校来说，他们的学生加入可以有不一样的连结。这个作品是学生他们创造出来的，不是说请一个工作的人或是外面的人来画，所以它的意义就更多了一个层次。那后来我们也因此成立了一个工作室，因为开始有很多的机会跟很多单位合作啊，所以就成立了工作室。那时候我们是全台首创的阶梯艺术，所以我们计划到全台湾每一个城市不同的点去做这样的阶梯艺术的计划。前面2个都是跟学校单位配合讨论嘛。那这个是我们自己开着车，想说路边遇到了一个很破烂的、很残破的阶梯，在这边有一个很像废墟的地方，我们车子停下来，颜料搬下来，就在那里做一个创作。所以后来就有一个乐高小人冲浪，用垦丁冲浪的主题，在那里做一个创作。这个作品是比较有名的，它是一个叫做阿嬷的旧沙发。那这个概念就是这个区域它是一个卖二手家具、二手店的地方，所以我们那时候想说要结合当地的一些关系吧，然后去做了这个二手的沙发。那时候就在想说，二手的沙发其实跟老人家比较有一些的连结，所以后来我们在这里做了这个沙发以后，很多人来拍照，我们也自己邀请了我的阿嬷来现场做。所以那时候这里就有一个故事，因为我的阿嬷她每天就是在电视前面看电视，坐在沙发上，每天这样子，从我对她有记忆以来都是这个画面，所以我们就把它取叫阿嬷的旧沙发。再来呢，开始在设计这个阶梯上面有一些的改变，就是开始越做越难。以前呢都是站在阶梯的前面有一个视角，那现在因为像这里是一个走道，所以我们在看这个作品的时候会有一点点是斜的看，所以我们在这个第五座阶梯的时候就做了一个有趣的变化，原本是正向的，那现在这个阶梯变成斜的，所以你在正面看的时候它是有一点点像是破碎的，可是当我们走到侧面看的时候，它会变成一个正常的图案。所以后来包括台北市政府也邀请我们做了比较大型的作品，这是一个瀑布，那还有国中做了一个留言给竹东国中，像是这类型的作品就开始互动到退到后面，用照相的方式做互动，然后还有跟台师大合作，然后这个我们到基隆做了一个钢琴的阶梯，因为他们学校有音乐班，所以在这过程中就是试着跟每一个地方的特色去做连接。那这个是我们后来飞到了巴厘岛跟巴厘岛的艺术家交流，然后在巴厘岛做了一个创作。透过这样子的机会吧，有越来越多大型的作品，像这也是我们算是最大的，在13行博物馆。那很多单位甚至开始提出一个很具体的预算给我们，让我们去做这样子的创作。那在这个过程中最大的一个不同是说，台湾以前的
艺术家可能比较不是很受到重视，或者是政府也觉得不愿意去为这个东西去提预算，或者是觉得能过就好。但现在透过一个团体去做的一个艺术作品，或者是说有计划性的发展，是有创意的，有可以跟一般人连接的，然后让这个东西变得更有趣。这一张是社子岛岛头公园跟台北市政府合作的一个阶梯。那在社子岛的时候，就是那边原本还没有规划好嘛，那我们去做了一个创作，让它有一个点亮那个地方的感觉，很多人去那边互动啊，拍照。那其实在这过程中呢，其实还是很多的困难，比方说，有一些人他想要来参与，可是他不会做这个作品，或者是他不会画，那可是他有 idea， 我们这时候会跟他，请他提出这样子的 idea， 让我们去执行。所以其实一个团队里面就是有每一个人都擅长的地方，有一些人是很会画，我们科班的我们很会画，可是他们没有学过的，他们有想法。那这样子的结合呢，可能就会碰撞出很多火花，因此我们就可以创造出一些不一样的作品。所以我自己很开心的就是说，我们透过这样子比较轻松的方式去做一个艺术的计划，让很多台湾的年轻人都可以很轻松很自在的加入艺术创作这一件事情，然后让艺术创作就对我们来讲说是一个分享吧，很容易分享给周边的人，或者是即使他不是这个领域出身的人，可是可以在其中得到很多快乐，学习很多。这就是我们快乐阶梯计划的一个宗旨，大概是这样子。现在我们的目标是希望可以做到全台湾100站的阶梯，那希望可以持续下去，然后让大家可以加入，可以体验阶梯艺术。谢谢大家。